来过来，这是前总统马英九伫演讲的时阵所讲的，讲即摆少子化，少年人唔敢生囡仔，都是甲两岸关系有相关。马前总统讲，伊咧做总统的时阵，新生儿无减少，颠倒增加。 都是因为大家拢知影，两岸和平稳定未相战，所以少年人敢生囡仔。即摆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恶化，所以拢唔敢生。讲总统府对这种的讲法是真感冒，讲这个少子化是世界各国拢拄着的挑战，唔那只有台湾。讲马前总统唔免讲啥，拢要卡着两岸关系，拢要卡着九二共识。那问题来讲的话，台湾啊。 不缺技术，也不缺资金，更不缺人才，唯一缺的缺什么呢？缺一个头脑清楚、反应快速、知错能改的政府。出现伫立法院参加纪录学术建厂的新册发表会，前总统马英九拿伫学龄议题对执政党有意见尔。Mr. Ma, when you were president, everyone believed that cross-strait war was unlikel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. So young people feel safe to have babies. That's why. 前一天参加公开活动致辞时阵，直接针对蔡政府，认为台湾少子化问题就出伫蔡总统的任内，两岸关系恶化。对此，总统府嘛回击，表示少子化现象是国际拢在面对的挑战，唔是干那台湾。总统府说，难道9·2共识的国家就没有少子化困难吗？ 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无正面来回应。马前总统前一天更加批评蔡总统2021年10月，也有赖副总统8月提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关系的讲法，是新的两国论。赖清德从来也没有去讲过说是新的两国论。马英九前总统，你也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那老共他认为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那请问这样是几个国家？ 这个不要刻意去混淆国民的数学这么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大家都知道台独精神就是要走台独的路，那就如同国王的心意被这个，我不能说那个马英九马前总统是那个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。马前总统为着国家认同和执政党去还击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